Hello，大家好，今次嚟到台灣一定要幫襯杜汶澤開嘅麵館，叫做小杜麵館。好多人。只有現金而已哦。可以。餐廳只收現金，好似日本嘅拉麵店一樣，自己撳機入錢，跟住攞張單，三部曲。餐飲方面有四大天王，好似牛腩麵同埋豬手麵。其次係四大天王套餐，即係多咗個小食同埋飲品。另外唔少得限量供應嘅撚手靚湯，仲有小食同埋港式飲品。我哋就嗌咗個牛腩麵同埋豬手麵。餐廳可以容納大概20個人左右，係坐得比較逼狹嘅。地理位置好就腳嘅，距離忠孝復興捷運站行過去大概5分鐘左右。隔一條街就有6、7間連鎖嘅手搖飲品店，食完飯之後可以飲杯嘢。廚房係 open kitchen， 隔住道玻璃，所有嘅 action 一目了然。其實一踏入呢間鋪頭就聽到好多人講廣東話，人在異鄉，感覺分外親切。呢度嘅餐台同香港茶餐廳一樣，有一個櫃桶，裏邊有晒你哋所需要嘅筷子、匙羹同埋最重要嘅一次性手套。呢一個就係杜公豬喉牛腩撈粗麵，佢用嘅係廣東人嘅鹼水麵，真係好地道，好有香港特色。啲麵係好爽口彈牙，係好適合香港人嘅口味。但係我嫌佢啲汁就唔夠多，同埋啲肉少得滯。話晒呢碗麵都要成370蚊台幣，仲貴過鼎泰豐嘅紅燒牛肉麵。呢個南乳豬手炸醬麵味道唔錯，啲麵好 Q 彈，豬手醃得好入味。另外佢裏邊啲筋保留少少咬口。今次千里迢迢嚟到台北嚟撐杜汶澤嘅麵館，我覺得啲味道唔錯。食物質素有返咁上下，另外保留原始嘅香港風味。可能對當地人嚟講呢個價錢比較貴啲，而且呢個住宅區附近有好多比較平啲嘅 option。希望大家下次嚟台北會嚟撐小杜麵館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嚟緊幾條片我會繼續介紹台北嘅美食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大家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響埋鐘仔搶先睇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